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今仔日来讲除夕、年夜饭甲压岁钱。年夜饭台语讲围炉，捌听阮阿嬷讲过，讲围炉即顿是食春饭。另外有一寡地头是讲食当年饭，也是食过年饭。除夕是台湾人真重要的传统节日，是每一年农历12月上尾一个暗暝。通常是伫29也是30这2天，所以除夕的台语就真侪讲法咯。29暝、30暝，也是过年暝、围炉暝。29暝是规家团圆围炉的日子，过年暝除了围炉食团圆饭，囡仔时细上期待的就是领红包、压岁钱。压岁台语讲过年，压岁钱就是过年钱。围炉暝包红包甲囡仔过年，是对囡仔一种祝福，会当互囡仔逢凶化吉。若时细包红包互时大过年，是表示一种的感恩，是一种的心意。收到红包了后，就甲早身躯，暗时要困，就甲放枕头骹，放到初5隔开才摕出来开，讲会当招财，招一年大大哦。今仔日的台语字29暝围炉。过年前实在真趣味。